天性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家正文第64页，已经解说家正文第64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家第12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家第12节。就是解说家拟定自心是佛，经目无疑。即嘛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外物一物二零建立。解是本心成种种法，故经营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这弟子来说明自性就是佛的道理。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就讲。假如自心若是无佛啦，要去倒遐来求真佛呢？恁大家应当爱相信自心就是佛，袂使对这个道理生起怀疑。所以要讲的就是讲外物一物二零建立，这个建立就是等于创造的意思。外物一物二零建立，这个外呢，就是指心以外，就是讲离开这个心，在这个心以外呢，是无有一个物件啦，有法度好来建立咱世间法，就是无有一个物件会当好来创造咱世间的一切，这个就叫做外物一物二零建立。这款的讲法呢，就甲其他的宗教不同。其他的宗教就讲上帝创造万物，上帝创造天地，也那呢就是有一个造物主。这个造物主是什么人？造物主就是上帝。无论人也好啦，无论咱这个地球，无论咱这个世间，所有的物件呢，拢是由上帝所创造。所以就有一个造物主，但有一个造物主这个理呢，无容易解说来原谅。因为讲法呢，就是讲，要不有这个上帝要不创造万物，迄个时阵无万物；要不创造世界，迄个时阵无世界。既然无世界也上造这个上帝是要点在什么所在？一定有点在一个什么所在，毋则有可能来去创造物件咯。连自己住的所在都无安尼要安怎来去创造？佫进一步来甲伊问讲，上帝又是啥物人所创造的呢？所以这款的理由呢，就讲袂当好圆满。咱佛教都毋是安尼讲法，在起信论断来讲。讲以心生即种种法生，心灭即种种法灭故。就是讲，因为是心生，所以呢，种种法都是生；也心灭呢，种种法都是灭。这就是遮所讲的，我无一个物件会当来建立。咱世间的有着人生，心呢就是生起一切万法的根本。所以才讲做解是本心生万种法。拢总都是这个本心。就是讲咱众生本来具足的这个心，会当好来出生万种之法。在《楞严经》，有咱尊者就安尼讲啦，讲我常常听你佛开示示众，由心生故种种发生，
又发生过种种心性。这就是心甲法呢互相缘起的道理。在五性论观来讲，讲作一念心生则入三界，一念心灭则出三界。讲假如你若是生起了一念的心，安尼你就落在三界中啊。要你若是会当好消灭了一念的妄心呢，就会当好来跳出三界。这就是在指世间一切烦恼是由心所生，心以外呢，无什么物件会当好来建立一切诸法。咱呢就来提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譬如讲起一间厝，当然会起厝，这是有迄个起厝的师傅，或者是木匠啦，或者是土水啦，等等啊，这师傅。也搁再呢，有遐材料、铁筋啦、砖啊啦、阿木头等等啊，安尼呢，将一间厝起起来。那咱从外表甲看起来，这间厝就是由这师傅来起的，也这材料所起起来物件。但你来追求迄个原因，假如若是无一个人发起讲要来起这间厝，安尼这间厝有可能建立无？这间厝无可能建立，所以要起这间厝呢，一定有一个人伊发一个心，起一个心啦，才来起这间厝。譬如讲专门伫咧起厝卖人诶，咱普通讲做起贩厝。因为起贩厝呢，伊即马为着要趁钱做生意，所以就认真去找土地。土地找出的成本算咧话，我这一间厝都要偌济钱才会当卖出去。伊就叫人来画图，图画好呐，起好了，就叫师傅来起咯。所以外表看起来，敢若常讲是由这师傅来起啊，事实上就是这个要起贩厝的师傅的心，伊有起迄念的心，要来起遐厝，安尼厝才会起起来。或者是讲一个别种。有的人已经趁钱啦，趁真济，就感觉讲伊所住迄个厝已经较旧啊啦，要找一个较好的场所，要来起较好的别种，伊有发这个心了，也搁再一世界去共参观啦，人倒一间厝起来较好，对特点甲采取来，安尼呢，依着伊这个心所想的来叫迄个建筑师来甲画图。然后呢，再师傅来照迄图来起，一间厝起起来了。这呢，拢总就是由本心所生的种种法。除非本心以外，外面呢，无一个物件当来建立世间一切诸法。干那遐砖啊，是讲干那阿毛土，干那铁筋伫遐。你若是讲无人有发心要起，也无人叫人来起，遐物件原在伫遐，根本就无法度建立。这就是遮所讲的外物是无一项物件会当互来建立，拢是由本心来生种种法。下面故经营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这呢应该是在起信论内底的话啦，就是讲由于心生啦，种种法就生。就是讲先有迄个心的迄个动念生出来，也这个法呢，种种的法呢才会生出来。你这心的动念无去啦，你这种种的法呢也就灭啦。就以我拄则所讲起一间厝来讲就好，因为有某一个人伊起一个心讲我要来去起厝伊这个为出发点呢，遐厝的。才会当起出来。伊这个人呢，本来想讲要来去起一寡犯厝，但是探听来讲，即马起犯厝经济无好，卖袂出去，可能会了钱。伊即马心毋爱起心毋爱起呢，伊要起遐犯厝都无咯。就是心灭，就是种种法灭咯。不过这个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这在起信论内底所讲的，也有更加较深的意义。在这个起
信论所有安尼讲，因为迄个无明的力量，就不觉心动啊，乃至啊，会显出了一切的境界。这就是在起信论内底所讲的“一念不觉成三世，境界为言中六处”。啊，那叫做一念不觉成三世呢？就是讲咱众生的心本来是甲佛共款，是一种的清净的自性。但这个清净的自性在无始以前啊，忽然啊起一个不觉的一念。也起这不觉的意念呢，就将清净的自性啊，给染污去了。所以清净的自性呢，就变成金梦和合的特别无奈事，这名叫做业相。也既然这个清净自性受到染污，安尼呢，在自性中的智慧光明啊，也失真啦。等于讲本来是一个好好的目睭。毋过呢，有一个有色的目镜甲带掉咧，所以看到出去本来是白纸，啊，你透过迄个黄色的目镜看出来变成黄的纸。也就是讲，因为自性的迄本体去互无明的妄念甲伊遮蔽掉，所以呢，发出来迄个智慧的功用啊，就变成一种妄念、妄分别。也由这个妄分别，要搁再来。看到倒来看迄个自性的本体，因为本来这个智慧是照了真理咯。若是要向来去照了迄个所在，已经是无法度互你照了清净的自性。你所看的，就是啊，等于是一个黑暗天共款。也在迄个所在一边要来找伊的清净的本体，一边互伊找袂当到，就在迄个所在啊，渐渐演变。迄个心的迷惘啊，愈来愈粗，也结果呢，进入自性也愈来愈受染污，因此呢，就变成啊，这个境界上走出来。这就是一念不觉成三世。这应该啊，就是遮所讲的心性种种发生的道理。就是讲一念无明心生出来，就一直演变啦。到最后呢，就三河大地一切诸法。这呢，就是啊，心随着分析，心呢去动摇，因此啊，就生出了一切办法。那换倒转来，假如我若是会当好将无明给消灭掉，这个境界呢，自然消灭。境界自然消灭，这个意识分别啦，拢都是消灭无疑。所以呢，这名叫做心灭种种法灭。这个心灭种种法灭，也就是这个心源环境啊，所以名叫做灭。就是讲心的这个根源啊，这个根源啊，恢复到这个清净本体来。这名叫做心灭种种法灭。在《大智度论》内底啊，对这个心生心灭，也就是讲一切拢是以心为本，提出了一个譬如啊，也可以讲就是一种例来说明。在《大智度论》内底安尼讲啦，讲譬如啊，一个美人，就是讲一个真正美貌的女将、女性，也有迄个淫欲心的人看到到底啊，哇，这真正好啦！将伊身躯甲伊看作讲，这是真正清净、真正美妙。因此呢，心啊就生起染着，就生起这种邪念来。假如讲是一个受不正观的人来看呢，就认为讲，哎呀，这个女人嘛是有种种的迄个垃圾的物件咧，种种的恶路无一净处啊。为什么叫做讲种种恶路无有时无一净处呢？就是讲这个女人。在外表看起来，敢若讲皮肤真白，也面貌呢也生起真好，一世界拢生起真好看。但呢，修不正观的人呢，伊毋是看外表，伊呢是进一步观察到伊的内底，就是讲无论外表看你偌好看的人，
你的肠肚一定有咱是有大便有小便，有人有血，种种垃圾的物件无一义不足。也若呢，气毋是不净呢，所以不净观的人来看到这个女人啊，就无感觉讲这个女人是真漂亮啦，这个女人是真安怎，只有看讲这是一种的不净的物件。假如讲偏偏是一个富人人来看一个真水的查某囡仔，因为偏偏拢是富人人，所以呢就会增加伊嫉妒心。先来讲呢，讲伊太比我较水，我太比较歹啊。两个人啦，偏偏伫遐徛咧，互咱看，人欣赏伊无要欣赏我因此呢就生起一种嫉妒心。目睭呢就连看嘛，莫甲看。也该当作讲，这是一种的不净的人。你看，偏偏是一个美女，迄个有淫欲心的男人看到甲底呢，就生起严重以为讲这是一个美景，生起快乐。也偏偏共款，这个富人人看到呢，有嫉妒心的人看到甲底呢，内心会生起痛苦。一个受不净观的人来看到这个女人，会当好增加伊不净观性结果呢会当得到。也凡是呢心拢无啥款的分别的人该看，根本呢看迄个女人也敢若亲像一个插头、一个石头共款，因为根本甲伊无啥物关系。那这个假就讲这个美色，那是实实在在是精妙的，为什么四个人所看拢不同呢？假如讲伊这个女人是实在拢是美丽漂亮的，也若呢四个人所看应该拢看拢共款是漂亮才对。也若是实实在在不净呢，因这四个人所看也应该拢是不净才对。为什么由四个人所看也好歹拢不同呢？从这所来就可以了解，水歹是在咱的心，咱的心的想法，毋是在外面迄个环境。这就是遮所讲的心生种种法性，心灭种种法灭的道理。就做慧能大师来讲到这个所在啦，就是讲一切拢都是为心啦。所以咱应该就爱来回光返照，照了自性。毋通迷了自性，咱会当好来悟着自性，咱就是成佛；迷去自性呢，就变成众生。六祖慧能大师讲这段的意义的重点，就是在这个所在。下面呢，就换要来解说自性真佛记。讲五金留一记，以念定别，名自性真佛记。后代之人失处记，自见本心，自性佛道记曰。五金留一记，五就是讲我啦。讲我现做是呢来留这个记，就是下面这个记详。以念定别，就要来甲恁大家离开啦。就是讲我要离开以前我搁再留一手记互恁。这手记互恁了后呢，我就是要来离开咯。那这个记或者什么记呢？讲名叫做讲做自性的真佛记。这个自性的真佛记就是在指讲自性就是真实之佛。除非自性以外呢，找无佛。自性才是实在佛。这个记啦。讲后代之人失处记，讲在后代人若有人会当好来了解这个记的意义，安尼呢就会当好来自见本身，自性佛道。自己会当好见到自己本来心，自己呢会当好来成就佛道。所以见本心成佛道这应该呢。就是咱学习修行中最重要的课题。六祖慧能大师，伊是站在伊已经开悟的人的立场来讲这个道理。一切爱回光返照，向自性去求，
毋是向外去找。咱即马就来解说这个自性记，讲真如自性是真佛，舍见三毒是魔王，舍迷之是魔在舍，正见之是佛在当。性中舍见三毒性，即是魔王来注射。正见自度三毒心，魔变成佛真无假。咱即马念到遮，以后慢慢来解释。自性这个真如自性是真佛。名佫都讲做真如这个真呢就是不假，如呢就是不异，就是讲毋是假，毋是差别的，乃是真实无差别的，名佫都讲做真如。这个真如呢，伊也就是咱众生本具的心性。这个自就是当作自己啦，性就是体性。真如啊，就是咱众生自己的体性，咱众生的体性。这个真如自性啊，就是真佛。这呢，正是实实在在的佛。用这个道理讲起来，咱现在是伫咧念佛，咱现在是伫咧拜佛。咱所拜呢，若毋是茶去雕刻的，无就是土去装的，无就铜去铸的，还是讲用个印刷去印出来、画出来物件。这会使讲拢就是属于咱心外的物件，乃是咱身心以外所对立的物件。那这身心以外对立的物件呢，这个人会当好作为咱对佛的恭敬心，也生起咱的庄严心的一个对象啊。但究竟呢，伊毋是真的，因为这个外表的物件呢是会破坏的，所以就毋是真的。那这个真的意义啊，就是在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。而且呢，只是一体无差别，不生不灭，这才叫做讲真啦。那这个真佛呢，就是咱众生本具的真如自性。真如呢，也是诸法的本体。咱世间一切，咱所看得到，这拢是一种的差别现象，拢是由本体所起的相，以及甲伊的作用。这个千差万别相的本体是啥物呢？就是真如自性。这个真如自性作为一切诸法的本体，提一个譬如呢，就是迄个海水啊，是作为这个海涌海波浪的本体，甲伊同款的意思。在大乘之观，原来伫咧讲啦，讲此心即自性清净心。又名真如，又名佛性。讲咱这个心啊，就是叫做自性清净心。当然，所讲这个心，毋是咧指心高意马这个意识妄心啦，那是咧指咱本来具足的真心啦。讲这个心呢，就是属于自性清净心。也名呢，叫做讲真如；也名叫做讲做佛性。真如啦、佛性啦、自性清净心啦，或者是讲一真法界，或者是临济大师所讲的有一个无为真人，或者是咱禅宗所讲本来面目等等，伊的名称虽然是不同，所指的同一项物件。永嘉大师正道果就来讲法身了觉无一物啦。本源自性天真佛，讲这个法身来当好了解呢，是无一物，也本源的自性就是这个天真佛。即马伫遮慧能大师都讲真如自性啊，这是咱众生的真正的佛，实在佛啦。下面讲舍见三毒是魔王，讲这舍见。三毒，这呢乃是一种魔王，
邪见啊，就是五见之一，就是身边邪见界。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处见、界境处见这5项。在这5项其中，事实上呢，是以这个邪见为主。什么叫做讲邪见？就是半无因果之理，就是讲否定了因果的道理啊。这呢，就是一种邪见。三毒就是贪毒、嗔毒、痴毒，也就是贪嗔痴的根本烦恼。这个贪嗔痴的根本烦恼，为什么改名叫做讲魔呢？在《毗婆沙论》有安尼伫咧讲咯，讲为什么它叫做讲魔？回答的理由就是讲断慧面果魔，就是讲这个贪嗔痴烦恼啊，会将咱众生的智慧面给断掉，也就是障碍咱的智慧啦。讲修处相形放逸，害诸心过明魔。讲搁在基础呢，常常啊会放逸，会去损害着咱自己的身躯。嘛，一句话讲呢，也是啊，这种的修行的障碍啦，所以名叫做讲魔。魔王呢，名叫做婆孙，伊是在贪化自在天中一个有大力量的鬼神啊，因为伊的力量真大，伊的心呢，确实啊是这种的邪魔之心，所以就会来扰乱修行的人。邪见三毒是魔王，就是讲你内心若是有邪见，内心若是有三毒啊，那呢？你这心中啊，就是有魔王伫迄所在，也必须把这个魔王去掉，佛性呢才当显现。所以，请先听讲，咱今日时间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着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